开工头一天早起7点外，中华好味一间出名的钓具公司的门口有真侪人伫排列，总共125个员工排规排，想到无要直接去上班，因为头家要求讲上班前爱先快态。对啊，然后转15秒，然后插进去。 大家人拢依照指示进行体检，就要等到结果出来，确定是阴性，才会当入去上班。因为过年期间，桃园甲高雄拢有疫情，其中袂少是因为上班场所越来越去的，所以讲头家就家己开钱，好，大家员工伫开工这一天隆重快态。全部快筛的费用大概花费大概5万块左右的，这个费用应该花得出的，这样保持公司的营运正常，还有员工的健康。那今天我们做快筛。 都提早通知各位员工到场。开工头一天爱提早报到，爱搁伫冷风中排列，因过员工感觉拢快太过，较安心。这样子非常好 ，OK 非常好啊，对。好，所以你们有差那个半个小时时间，这样大家比较会安心，比较不会有那种紧张的、担心的那个在公司里面的上班。 125个员工前后用差不多1点钟时间才完成体检，加在大家拢真健康，拢是阴性。是讲为了保险起见，头家员要求大家上班的时爱挂嘴安，定时消毒，严格防疫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